有冇諗過，你人生中等待已久嘅時刻，其實一直喺神嘅時間表之中。每一個看似漫長嘅考驗，每一步嘅崎嶇，都係神溫柔嘅預備，為咗帶你進入一個更偉大、更豐盛嘅命定。大衛，神所揀選嘅牧羊人，經歷咗無數嘅流離失所同生命威脅。佢曾經面對巨人歌利亞，又被掃羅王追殺，但佢從未放棄對神嘅信心。最終，當神嘅應許時刻一到，聖經撒母耳記下第5章第3節記載，他們就在希伯倫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。佢嘅等待唔係白費嘅，而係成就咗神嘅宏偉計劃。呢個感動人嘅故事提醒我哋，神對你嘅愛與應許永恆不變。可能你正經歷迷茫、沮喪，甚至覺得被遺忘，但請相信神從未離開。佢嘅計劃高過我哋所想，你只需將自己交託俾佢，喺愛中等候，他必喺最好嘅時間帶你走進佢為你預備嘅豐盛。願神嘅恩典、愛與平安常與你嘅心同在。